你睇下万记得万世古节的情形吼，我其实时常还会想到我万世嘅古节的时节啊，同妈妈去做饭的吼，做磨米啦吼，用磨砂磨米做饭的吼，听我妈妈去我的状况啊，有较好的磨砂的人家，睇人三人睇磨汗的，睇磨板的，我的生意呢就请生意呢穷下了安尼吼。讲到太阳山人对古节的感想吼，我相信啊，虽然讲过去大家去磨汗啊，不卡阿没一多钱，但是对于古节呢，就有个兴奋迄个心情啊。因为一方面，你讲春晚好上瘾哦，不会赚的古节，也哈社会渐渐的改变了吼，就讲将我的春晚做些啊。好上瘾，从为做些学生的从为读书，有时节古节都无再赚迄不卡高。安尼情形就讲也是一个无奈啦吼。不过因为讲尤其遐家人吼，古节咧，迄对我的亲特殊的一种感情哦。因为也毋免嘛个一个文化啦吼，讲一个安尼传统啦吼。我自个感想係有個親層刻的感情的一個事情啊，所以明白過節的時間啊，我還係有同樣有啲期待哈，可以盡量更多不開過節。希望講提一個明年哈，就講幾年呢，睇下啲大病啲做些地步啊，可以出一點時間哈。做去故鄉同不看人，鄉下大嘴鼓，去非常我哋同不看人咧鄉下生活，所以因為安尼感想，都寫一首歌嘅很多歌節。又到春天花开的时节，又为一年开始的新生，故乡无嘛的改变，大家添加一些。年中嘅那拍數已經有幾差過，世界見來見世，見面見來見世，純愛實夢做些，記得。春來過節，世事見來見他，思念見來見到，一年佳節又來到，盼望有你嘅消息。
息。